同埋夢好得意㗎。如果嗰個夢係對你嚟講咧，佢非要你記得不可係好重要嘅，其實佢可以有權係可以有兩種做法。第一就係你即時起一身，跟住之後嗰個夢你想重複再一次咧，其實佢有能力可以再發多次俾你嘅。當然佢有機會係即係可以係同之前嗰個一模一樣啦。有機會可能佢扭咗少少嘢，轉咗某啲嘢，換湯唔換藥嘅呢件事係啦，可以咁。第二就係咧，可能咧到第二晚佢又再發多次俾你。即係如果嗰件事啊真係好重要，佢非要你記得不可處理不可嘅話，佢係會咁嘅，佢係可以做到嘅。咁所以咧，當記夢嘅時候，只需要咧記住個重點啦、啲關鍵詞啦、一啲比較特別之處啦，甚至乎一啲場景細節咧，其實係可以省略唔理嘅嗰啲嘢，係啦，唔使太過哇，連一條頭髮阿的摩了媽都記得咧，你真係咁搞唔掂嘅嗰啲嘢。你諗下嗰啲圖像化嘢嚟㗎嘛，你點用文字點去用説話去陳述啊？你陳述唔到嘅，所以咧你只需要將重點你覺得重要嘅嘢去記得講翻出嚟，其實就已經 OK 啦。OK， 嗰啲已經係一啲重點嘅嘢啦。甚至乎我會咁講，喂，有機會可能有啲嘢我真係會忘記咗，我成個夢裡面起承轉合，我淨係得部分記得。咁你就要相信一件事，就係你記得嗰部分已經係好重要嘅嘢咯。你唔記得嗰部分可能唔重要，亦都可能係未係時候要處理。咁咪由佢咯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會建議就係咧，當你去記夢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有兩種方式去記夢嘅，即係當你起身嘅時候。第一，我知唔好嘅呢件事，但我知阻止唔到嘅，成日都講唔好擺手機喺床頭啊嘛，因為佢要有輻射噶嘛，佢會影響你個大腦噶嘛，會令你瞓得唔好。咦，有啲眼神望住某一邊喎。OK， 係啦，就係咁噶嘛。其實係唔好嘅，最好就遠離。但我知阻止唔到大家㗎。既然係咁咧，算。咁有個好處就係咧，當你記夢嘅時候，你唔需要寫啦，你可以錄音啊。依家啲 app 好係咯，方便啫嘛。咁你咪錄音咯，錄音跟住就去講翻。呢個係最快嘅，之後先轉化做文字。OK， 第二樣嘢咧，你可以列點方式嘅，因為的而且確我哋慣咗講故事咧，要起承轉合啊，又要有好多的摩了媽，要中間好多既然啊、可能啊、因為啊，即係類似咁樣啦。但係當你去發夢嘅時候，佢唔係咁邏輯嘅，佢唔係咁有條理，啲嘢可以好跳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你本人唔記得咗，咁你唔好三講白做夠，為咗要令佢夠好睇、精彩、夠圓滿、夠合邏輯，跟住就我夾硬三講白字啲嘢俾佢要愣住晒咁樣啦，咁千祈唔好。盡量能夠唔使加咁多嘢，就盡量唔加。最好就係佢係咁多就得咁多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列點方式比較好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就已經夠啦。咁我會主張就係，如果你用手機講完之後，最好轉化翻文字，甚至乎咧最好整一本夢日記俾自己嘅，即係話咧將你嘅夢全部記低，有晒日期，有晒成。大家如果睇我筆記咧，其實我都有一張咧係專登做咗呢件事嘅，咁一陣可以大家去睇下啦咁樣。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咧好好幫助你去記夢嘅方法嚟嘅，咁樣啦。咁好啦，然之後咧就做夢日記。點解要做夢日記咧？咁其實好有作用嘅。第一，加強你對夢嘅嗰個肯定嘅就係佢好有用嘅，呢個係一個好強有力嘅暗示。第二就係咧好得意啊，我哋嘅夢其實咧係有進展嘅，有機會，即係你個人成長。假設你有成長啦，係啦，咁應該係你有一啲，當你解咗夢之後有一啲修正嘅，或者有啲嘢你知道咗之後，咁你一定會或多或少，你會有啲行為上面嘅配合或者改變。心態上面都會有改變，咁你咪會有進步咯。咁佢透過夢嘅時候咧，就會話翻俾你聽其實你係原來有轉化過、有進步過，甚至乎可能有啲嘢之前係咁，依家已經變咗另一啲嘅時候，佢會有提醒。咁你睇翻個夢日記嘅時候咧，你就好清楚知道自己嘅進度啦。係啦，所以我哋作為即係專業嘅解夢師嘅時候咧，我哋要記錄翻自己個夢嘅時候，就係想睇翻我哋自己嘅進度，我哋自己做自己嘅治療師。輔導人員咁樣，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大家可以幫你或者你第時嘅 client 咧去好好咁樣去教佢點去記夢嘅。